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大家平安，欢迎收听9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心悔改了吗？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4章25节到33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1章9节。奥古斯丁是一个放荡的浪子。有一天，他在花园里，奥古斯丁心灵的深处做了一番彻底的审思，察觉到自己的污秽悲惨。忽然好像听到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起初以为是小孩子在玩什么游戏，但一看附近没有孩子啊，随即以为那是上帝的声音。走到树下，有一本他读过放在那里的使徒书信，他打开，眼睛落在罗马书第13章的上面，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必再读下去，他知道那是对他说的话。后来他真实的悔改，包括实际活出这样的一个悔改的行动。他完全离开了从前的情妇，也为他预备了生活的费用。他自己则终身奉献给上帝，专心于侍奉。有一天呢，他走在马路上，遇到以前跟他混在一起的情妇，在路上大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就不理他，那女人就跑到他前面，拉着他说：你忘了我是谁了吗？他就回过头来对他说：我没有忘记你是谁，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活着的奥古斯丁是一个新的奥古斯丁，你认识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圣经描述押沙龙外在的情况，在全以色列人没有一个像押沙龙那么英俊，令人倾慕，从头顶到脚趾都没有一点点缺点，这是圣经所描述的。然而作者对于他的内心好像只字未提。相较于大卫被指出罪恶之后，他立刻真心向上帝认罪悔改。反观呢，押沙龙对杀害哥哥暗嫩的罪行毫无悔意，好像显示他的内心这样的一个自大和骄傲。2年前，押沙龙得以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是靠约押帮助他。但是押沙龙不但没有尊重约押，还向他摆个架子，要约押前来来面见自己，而不是前去请求约押的帮忙。事实上，我们看众人他肯亲自上门向约押求助，约押也未必愿意替他游说大卫王。因为什么？因为约押他不想佛尼王的旨意，也不想受押沙龙的操控。此外呢，他更不易把自己的前途压注在这个被冷落的王子身上。
我们看到押沙龙他有2次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见他，但却都被约押拒绝了。结果呢，他恼羞成怒，他就派仆人说：“你们去把他的田地的麦子烧了。”所以，因为这一把火烧到约押的田地，所以引约押登门来找他算账，使他有机会亲自来托约押去见王接纳自己。最后呢，押沙龙真的如愿以偿，经过约押的代求，大卫王终于见了押沙龙。最后我们看到，终于与他亲嘴，表示接纳他。押沙龙没有向上帝来悔改他自己的恶行，也没有主动向父亲来表达他的错误，请求原谅。但是我们看到作者告诉我们，押沙龙给自己的女儿也取名叫他玛，这反映出他为受玷污的妹妹打抱不平，多年来依然怀恨在心，也怨对父亲对此事的姑息。押沙龙的态度让我们看见他紧紧抓住暗嫩的罪，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犯了杀人的罪。多年来，他一直让怨恨苦毒占据他的心中，想借着自己的外在条件和优势去博得别人对他的好感。但是我们看到，他不知自己已经一步一步靠近灭亡的道路。在本章的最后，我们看到，虽然押沙龙俯伏在大卫面前，大卫也亲吻了押沙龙，但逆子的俯伏没有一丝的悔意大卫也没有勇敢以自身的失败作为押沙龙的训诲。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自然是一个悲剧。今天在这个末世的世代教会中也会强调包容宽恕而使人误以为不需要认罪悔改，导致缺乏尊重圣经中所描述的真理的原则，只在乎给人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并不是能够使我们经历上帝赦罪的大能，也没有能够真正在罪恶当中有死而复活的新生命愿主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些经文里面来帮助深入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诚的彼此相爱，也确实的从心底有这样为罪来悔改，彼此饶恕，在基督里来活出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如果罪没有处理的话，其实那个罪所带来的苦毒就会占据人的心，永不能够得着安息我们来默想，我们是否能在犯罪之后心存谦卑，真正从心底来悔改。虽然押沙龙在大卫面前俯伏来叩拜，但是弟兄姐妹，你觉得他真心悔改了吗？对你有何提醒呢？你真心悔改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慈悲怜悯我们的上主，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意无意会犯下错误，偏离你的道路。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真心从内在来悔改。借着押沙龙的行为提醒我们，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更重要是内在内心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悔改之道。现在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内心还有
一些未能够真正悔改的这一些的罪恶。我们恳求你赐下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引导我们回到你的爱和真理的当中。亲爱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诚实面对我们自己的过错，勇于承认，并且能够在你的爱中得着力量和勇气，去追求属灵的成长，还有生命的改变。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天天活出神的心意，并能够得着上帝的喜悦。我们明天见哦。